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人类的城市发展，甲鸟仔类栖息地迁徙的路线愈来愈顶塔，起甲悬的大楼，应用将做野鸟飞行的障碍。因为鸟仔类看无玻璃，而且有一寡窗仔门会来反射树丛甲山景，互野鸟掠准时会当来飞穿过。致使因伫咧高速的飞行之下，弄到窗仔门死亡。安尼现象叫做窗杀。美国有保育团体来算过，每一年平均有5亿只的野鸟因为窗杀来死亡。韩国有相关的统计，每一年有高达800万只的鸟仔来受害。台湾到目前为止也无确定的统计。也毋过，台湾野鸟协会甲台湾猛禽研究会每一年拢抢救袂少被窗杀的鸟仔类。到底就应该安怎来保护鸟仔，守护环境生态？咱人类阁会当安怎来做呢？咱做伙来探讨。他们是快速的飞行。然后去撞到一个这么硬的东西，其实它们的死亡率很高。它飞行的模式除了透明导致它们无法辨识，然后想要穿越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玻璃它常会有一个反射的假象。快点，要不要先？快点，吃饱喽。南新北市各种来自民众捡到的鸟仔囝，伊是台北野鸟协会救伤中心的专员李家基，当年拢有几千只受伤的鸟仔被送来遮照顾。无论是踮伫护身店的班家，食着鱼狗的暗光鸟夜路，也是自细只发育不良、无鸟母放杀的长尾山羊，救伤中心拢尽力去抢救。像这只，敢若是高速去弄到它们钓上五色鸟，真无乐观。他是小孩，对。然后昨天民众送过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有发现他的左翅就是比较垂，大概他存活大概3、4成，其实是不高，因为他们其实个体很小，骨骼又是空心的。色水真水，真古锥，五色鸟仔囝失去原力，敢若是弄到它们钓伤也是死亡的鸟类，称之为窗仔杀，伫国外真重视。捌有摄影机翕到，较无2分钟影片，就6只鸟仔弄到玻璃窗仔栽落去，就无法度搁飞起来啊。10只里面可能只有1、2只能够再回到野外，其实它们的死亡率很高。它们是快速的飞行。然后去撞到一个这么硬的东西，这样直接的撞击，所以其实他们的伤害是非常大的。美国捌统计，窗仔杀是人类因素致使鸟类死亡的原因的第1名。这款情形嘛，真正发生伫八里国中。伫观音山脚、八里国中，伫翠绿的山林之中，野鸟生态环境丰富，采访一天就意外发生。有同仁通报有一只鸟撞到窗户，我们去看一下现场的状况。好，在这边，这一只应该是白头翁，好，那它已经死亡一段时间了。那我们虽然这边的窗户基本上都有贴这个防鸟击的贴纸，可是上面没有。小小白头客目睭客客宝贵性命分断窗仔门骹，捌看到窗仔杀的学生影响真大。那一天在考试，然后考完试就休息，然后就有听到鸟，然后就有听到一个很大声的一个声音，就很可怜，然后撞到也会痛，因为是一个生命嘛，也是有点心疼。校园植物非常茂密，然后果树都有结一些果子。那这个窗户可以看到，它有点镜像，就会映到山啊、天空，鸟就会以为这边是可以飞跃，就会撞上来。那我们那时候就不胜其扰，那我们后来就有一些这种防鸟击的装置，去破坏这个镜像，让鸟知道这是飞不过去的。八里国中的统计，一礼拜至少发生2件到3件窗仔杀事件，一个月就10件以上。受害除了白头客仔、五色鸟，也有青猪仔、燕仔、甲钓鱼王等。为了抢救这鸟类，校方将窗仔杀的议题结合生命教育课程。它做一个假的声，我们先贴这边，你就拿这个抹布擦一下，会湿湿的。学生伫透明的窗仔门搭无法效果的大纸、点阵图、条纹，也是地图等等，改造成为友善鸟类的窗仔门，加加减减会使避免悲剧发生。
鸟类撞击玻璃死亡或者是受伤的案例，已经在许多国家受到重视。而在美国，甚至有统计，每年大约5亿只的野鸟因为撞击玻璃而死亡。而在欧美地区，甚至把友善鸟类玻璃列入法规当中，希望能够保护这一些鸟类。不过，这样的议题在台湾却很少讨论。200去年通车的淡水轻轨，伫淡海新市镇里走，采用新的玻璃隔音墙，目睭会使看到双边的树啊，也有山，这嘛是唐阿萨的事故现场。窗纱会有几个特征，就是比如说呢，有一只鸟，它旁边也没有马路，然后它也没有看起来也没有受伤，它就是倒在地上这样子。通常我们就会判断说，它附近看一下它附近有没有一些玻璃的建构物，如果有的话，它窗纱的可能性就极高。为了这个环保议题哈，那我们也跟这一个顾问公司、跟检验公司、跟设计单位去讨论说要不要做一些横线条啊，或是图案啊，避免这个鸟击的一个状况发生。唐阿萨的代志遮多，主要是因为鸟类渐渐进入咱的生活圈。最近几年来，连日天性的猛禽、粉鸟鹰拢入要到都市。在台湾，粉鸟鹰是被列为保育顶级的中型鹰，咖啡色的纹路斑点甲羽毛，有利于美伫树仔顶，真尖的喙甲鸟啊，这是拍来高手。即马伊甲咱做厝边，觉得很可爱，就过来看。能够让这些东西能够在这边生存的话，表示这里的环境还很友善啊。伫保育面，就敢若粉鸟鹰一家遐4只的生活记录。鸟仔为白色的毛体型愈来愈大了，这个色水嘛由浅变深，一直到大只了后，会使飞离开受独立的生活。伊向身边的猛禽，甲咱是愈来愈瓦近，因为人类活动日常上的案件嘛开始增加。咬你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要让它咬到你，别在水泡地方。然后你那边也看得到，你的头会朝。一个人抱出来就紧张甲一直叫，伊嘛是一种中型的猛禽蛇鹰，因为双边心拢长去啊，兽医用这个药布甲填条咧，准备要去动物病院，要照电光片做进一步的检查。骨折之后呢，它的那翅膀也是要让它伸展，不然它的那个肌腱都会很紧。对，那会之后会影响它的飞行，所以要帮它适度做一些复健，然后它肌肉也不要萎缩那么厉害，不用担心。看一下现在2.3好了。像我们现在目前里面，我们的在养动物大概平均大概20到30只左右。那可是如果我们每年大概会收到将近200只的动物，那你一年只要有10%无法野放。然后也不会死掉的话，那很低了，我们已经低估了10%就20只，那等于是你在养的数量，每天都要治疗数量就20只，那你就不用去照顾其他有机会在野放的动物，对，那这只是1年哦，那你过了，你1年留有20只，第2年又有20只留下来，那就有40只，对。真的是蛮大的一个负担。对。兽医师将蛇鹰麻醉了后，才有法度替翕电光片，加在有法度复原，也防重生的几率真悬。也不伫另外一间共款的治疗的粉鸟鹰，就无这好运啊。是脑部的受伤，所以外面，因为它已经蛮久了，有可能外面的伤已经好，就是它们凤头苍鹰正常不会这么乖。这只粉鸟鹰因为头壳有去弄到，行动有较慢，兽医师利用针具治疗，还阁看伊的效果。台湾猛禽研究会兽医师王玲敏讲，人为活动造成的伤害是5火10升，就算是猛禽，嘛会弄到它们的玻璃，伊力头之大，甚至会留下秒痛。规只印伫玻璃顶。在猛禽的话呢，目前是以凤头苍蝇跟松雀鱼比较多，尤其是以凤头苍蝇，就是在猛禽里面是比较容易遭受窗纱的物种。我们所谓森林系鸟类，就是它比较容易钻来钻去，它飞行的模式
除了透明导致他们无法辨识，然后想要穿越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玻璃它常会有一个反射的假象。因为随着现在台湾其实整个生态环境是有变，城市的生态环境有变好，所以这个窗纱的状况是会越来越明显。像前阵子我们有收到那种很珍贵的特有种鸟类，然后就撞到了，那民众也一直问我说怎么办？就是说在建管法当中，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友善防治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放到那个条例当中？那比方说，因为现在很多的建物当中比较靠近1、2、3楼层这个有树荫这个地方，那是不是可以支持去做一点防治鸟类碰撞的一个窗贴？好，那因为现阶段没有很明确的法令嘛，所以大部分就是民众或者是自发性的行为。动鸟类休困的所在，渡鸟的牵线路线，拢甲人类活动高度的灯塔、高楼大厦限制因飞行的空间，交通建设斩断因的路线，小小的塔门拢可能分外度过飞上天际。在都市高度的发展下，任何建设，咱拢要为这阵桥溪小想一个留下有限的空间。